各位 Healthy 嘅讀者大家好，我係你嘅 AI 主持 Aiden， 好開心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如果平時有留意中醫處方或者草藥湯包嘅話，相信都會見過喺醫治感冒咳嗽嘅藥方入面會用到川貝。咁大家又知唔知川貝有啲咩功效嘅呢？每種中藥都有藥性，而川貝母性微寒、微苦、甘、歸肺、心經，功效係化痰清熱、潤肺止咳，大劑量用就可消腫散結。咩情況會用到川貝呢？頭先清熱、潤肺經已俾咗提示，前者會係針對肺熱症嘅患者，後者就係針對肺燥症嘅。咁肺熱症係咩呢？患者可能會覺得有明顯嘅口乾、咽喉乾涸、聲沙、咳嗽有痰且黏稠似漿糊，顏色可以係白色或者夾雜黃色。肺熱症治療，川貝母會係輔助，主力都係配搭辛涼清熱藥疏風清熱、疏散外感。咁肺燥症又係啲咩呢？燥症嘅典型症狀係乾，包括口鼻乾、喉嚨乾、聲沙、無痰、乾咳、小便短赤、大便乾硬、舌色紅、舌體瘦薄、舌質乾等。肺燥症嘅治療，潤肺係主角，川貝母可以用多啲。提醒大家，川貝性偏寒，唔係肺熱同肺燥嘅患者就唔太適合啦。如果風寒、肺虛患者唔用，有可能會令還痰變多，仲咳多咗，所以選用中藥時，記得要先諮詢中醫嘅意見，唔好亂食啊。